好，我哋公司同 CIMA 合作，主要就係因為 CIMA 同埋 AICPA 兩個全球非常有認可性嘅會計專業團體，兩個就互認咗個資格嚇。咁呢兩個就機構咧成立咗一套響會計界啦受到好有認受性嘅標準。咁啊，對於我哋一啲企業嚟講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。CIMA 咧就係除咗嗰啲人才係有一個專業嘅會計知識之外咧，其實上面咧我哋就覺得佢哋更加有幫助，就係能夠將呢啲專業會計知識轉化為一啲商業上面好有價值嘅資訊，幫助到我哋管理層咧去到做一個好明智嘅決策。咁啊，真係成為我哋公司裏面一個 business partner， 一個業務嘅夥伴。